天想邀你用1分钟和一杯饮品慢慢遇见自己。拿起你的饮品，感受杯子的温度，感受手与杯子接触的那一刻，让自己慢下来。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，慢慢吐气，放松肩膀，再吸气，吐气，感受气息带走紧张。在入口前，先深深吸一口香气，感受它随着呼吸流动，然后让杯缘轻贴嘴唇，小口啜饮，体会每一丝味道的变化，柔顺、微苦或回甘，感受饮品划过喉咙的温度，注意身体的微小反应，不用分析，也不必评价，只陪伴自己，停留在当下，慢慢停下，感受这片属于自己的时光。